大家好，歡迎收聽《禪者的初心》呢本書讀後分享系列嘅第一集。我哋成日聽到修行兩個字，係咪會即刻諗起打坐、念經同埋去寺廟？覺得一定要特登抽啲時間擺好一個姿勢先叫做修行。最近睇完呢本書，其中一個最大嘅得着就係，原來我哋一路都將修行同埋生活放咗喺對立嘅兩邊。呢本書話，禪者嘅初心就係一種冇分別心嘅狀態。真正嘅修行唔係逃離生活，而係全心咁投入生活。修行唔係你每日特登抽出嚟嘅一個項目，而係你食飯、行路、做嘢，甚至同人傾偈時候嗰份覺知。當你洗碗嘅時候，就全心感受水流同埋碗碟嘅觸感；當你做嘢嘅時候，就全心投入眼前嘅任務。呢種專注當下嘅狀態，本身就係最深嘅修行。你唔需要由生活抽身去修行，因為生活嘅每一個瞬間都已經成為你修行嘅道場。所以呢一集想邀請你一齊做一個實驗，由聽完呢段聲音開始，試下將下一件你必須做嘅日常瑣事，例如沖杯咖啡，或者覆一封 email， 都當做一次正式嘅修行。過程入面，單純咁樣去感受同埋去完成，觀察下自己係咪急住想做完，然後溫柔咁樣將專注力帶返嚟當下。修行嘅融合就係從呢一種心態嘅微調開始，改變就喺覺知嘅一刻發生。下一集我哋會繼續講，如果我哋嘅行動唔係由想要得到開始，而係由無開始，人生會有啲咩唔同？